根据对98.8%选票的统计结果，在6名候选人当中，阿尔多安赢得52.5%的选票，再度成为总统。人民党候选人穆哈雷姆英杰获得30.7%的选票，排名第2。阿尔多安当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赢得总统选举。他表示，本次大选的顺利举行是土耳其从议会制转为总统制的重要一步。他呼吁各派支持者共同聚焦国家的未来。对华原著新闻网报道，中国老兵镇江维权事件持续了5天。6月23日，镇江公安当局于北京时间凌晨3点派出了大批特警和便衣，手持警棍和盾牌，偷袭市政府外的老兵扎营区，进行了殴打和抓捕。部分老兵被抓捕到当地一所学校集中关押，等待遣返。当时老兵通信信号被干扰切断，无法与外界联系。早前现场维权老兵手拿扩音器话筒，对着围困他们的警察重复高喊：“你们好好想一想。”暗示老兵今日的下场就是警察明日的结局。中共设计的内部阶级斗争犹如绞肉机，是用来满足最高独裁集团的利益。中国当局对伊斯兰教加强管控的机密文件被泄露。这份著有中共中央办公厅2018第24号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伊斯兰教工作意见的机密文件，于4月19日印发，要求遏制和纠正在伊斯兰教领域去中国化倾向。中国驻外使馆积极教育引导在境外学习的宗教人员等等内容。中共政府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打压从境内伸向到海外。许多在外留学和学习宗教以及公派学习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有的被强制遣返，或是要挟其家人，被迫配合中共政府的政治要求。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市市医院医务科科长努尔古里今年年初质疑一个卖肉店将清真食品与猪肉混合出售，被在场的便衣警察刑事拘留，被羁押3个月后，由奎屯市检察院以所谓宣扬、散布、传播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等罪名对其进行了起诉，并判刑16年监禁，于4月上旬死于监狱。努尔古里1989年毕业于石河子大学医学院，被分配到奎屯市医院心血管内科工作，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哈萨克医生。工作多年后被提拔为医务科科长，临终年龄为50岁。当地时间6月24日，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会议下，16个欧盟成员国领导人聚集在布鲁塞尔举行了难民问题非正式会议。欧盟国各有各的考虑，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盟边境国家希望寻求更多援助来支持相关救援工作，并希望在欧盟成员国之间更公平地分配难民。包括德国在内的北部欧盟国家希望限制与欧盟南部国家寻求庇护的难民和非法移民的2次移动。这次非正式会议寄居致力于寻找共同解决方案的欧盟领导人，以期在28日至29日欧盟峰会召开之前商讨相关解决方案。